谁啊？你谁呀？你快让贺接电话。贺在洗澡，他没空接你电话。你跟他说，我有事要找他，如果他不接电话，我就去死。亲爱的，快接电话！有人说，要不接电话他就去死的。烦！我已经跟你说了多少次了，Ella，我们分手了。你不是要带我去英国的吗？啊，你忘了吗？就当我是放屁吧。呵呵，你要是这么对我的话，我就把你做那些事儿全都抖出去。你做假账，你买通客户拿回扣，你还下一诉吗？你有证据你就去说呀。怎么，会议室没吵够，又跑到这儿来跟我吵了？哼，我没那么无聊。这是什么？证据。你不会觉得外面那些流言蜚语只是同事间的闲话吧？我帮你查过了，你们部门有内贼。那个叫 Ella 的，收集你在英国的家事，故意在公司传播。现在你可以清理门户喽。对了，我这个里面还有他跟前总监赫联合做假账的证据，你继续往下查，说不定还能钓出一条大鱼哦。你特意去查的？虽然已经被你们踢出群了，但是我当过你这么久，也算是帮上你的一个忙吧。嗯？你不会早就知道了吧？猜的差不多。你是不是利用艾拉的身份，截取了他跟赫的聊天记录？你都知道他在搞鬼了，还把他留在你身边？我有我对待员工的方法。我看你就是太自信了。好吧，算我多管闲事。费总，谢谢。爱美之旅这个案子，还是希望我们能够合作愉快。哼哼，反正我们是会尽量配合啦。至于合作愉快，机会不大。你说带我逛街就是这儿啊？没错。你怎么找到这儿的？那前2天约一个客户见面，无意中发现的。你不是最喜欢红色小象吗？那他们家的货是最齐的。另外，这是购物卡，密码是你的生日，积分可以有折扣。可以吗？什么可以？我突然发现，你有可能以后会成为一个很好的。买过了，我想问一下，你们这儿有没有去妊娠纹的按摩油啊？有啊，这个礼盒很全，里面妈妈宝宝的都有。嗯，好啊，帮我包起来。好，谢谢。哎呦我去！你吓死我了！哎呦我去！
真的假的呀？什么真的假的？我在这打哈欠呢，你，哎呀，没那么夸张吧？你又没怀孕，吓一下也不会动了胎气。买的什么呀？4周孕妇养胎百科，孕妇学校，你买这么多书干嘛呀？给你看的呀。我跟你说，我咨询过教育专家了，人跟我说你之所以宝宝有点风吹草动就会过分紧张的原因是，你缺乏这方面的知识。要想当一个称职合格的准妈妈，首先得武装自己的大脑。看你是被洗脑了吧？哟，准爸爸孕产期完全方案，准爸爸孕期指导圣经。你不会真的想当爸爸吧？哎呀，不是我想，是他需要。我是咨询过教育专家的，人教育专家跟我说啊，说缺少父爱的家庭啊是不完整的。你别误会我的意思啊，我说的是角色扮演，我还是正主，我还是你的小保姆。不过对于孩子而言，我得扮演他的父亲啊，因为这个母爱不管怎么无微不至，他也无法取代父亲的角色。你的意思说我宝宝没了你，就性格上有问题，成长也有问题？我说的防患于未然嘛，你不愿意就算了嘛。准了。什么？有你这么冤大头自报奋勇的扮演父亲这个角色，第一呢是免费的，第二呢对我宝宝成长有好处，第三呢有你在，我也没那么累，一箭三雕，何乐而不为呢？说你是智慧的女性。推着。哎。果果，好久没看到你在电视上了，有没有听说你要放什么专辑？你都在家里待了一整天了，是不是遇到什么困难了？爸，多的是节目求我上，可我是谁啊？能是什么节目都上吗？还有那些著名的制作人、作曲人送来多少新歌，你有知道吗？凭我在歌坛的地位，必须要精挑细选。行了，老唐，反对女儿去娱乐圈的是你。你现在又嫌她不做事儿，她好不容易在家里待一天，少说两句。啊，我只是担心她做不好嘛。如果不好做呢，你就回唐氏集团啊，这么大企业，我养不起你啊。哎呦，爸，关于你的唐氏集团呢，打我哥的主意就行了，不用惦记我。哪能不惦记你啊？你也姓唐，也是唐家的女儿。果果啊，你在那儿坐半天了，一直在玩手机。老实告诉妈，是不是有男朋友了？哎，果果，如果有男朋友，带回来给爸妈看一下。如果不太离谱的话，我们……哎呦，你们烦不烦啊？爸，你有操心我的功夫，还不如多关心关心你的唐氏集团。你女儿乖得很，不用操心。还有你啊，妈，有这功夫多打几圈麻将。哎，你这麻将哪来的？新买的啊？哎，这是玉石麻将，哎呦你哥朋友送的。我哥朋友送的，男的女的啊？女的。女的，我哥朋友。不会是陈小青吧？柳叶，哎，妈，这麻将不能玩，用了局局都得输。哎，快，柳叶，把这给我拿走，能扔多远就扔多远，不许再捡回来。走，柳叶。这孩子，这。你女儿说到重点了。如果真的是那个女人送的话，早点丢掉吧，省得一路背下去。哎，你，这好好的麻将，扔了多可惜啊！目前对于中国房地产来说的话，总的态势已经是过了那个最高值了。北京曾经最高的时候是一平米18万，上海也有过20多万。然后呢，今天又是平安夜，祝大家平安夜快乐。然后苏总，你有什么要跟大家一起要说一说？没有了，你说的挺好的。是吗？谢谢苏总经理。差不多就是这些吧，大家加油啊！时间紧，任务重，加油！好。进来。
这个里面是爱美集团的资料汇总和销售模块的分析，还有他们上一次参与的公益活动的相关资料，我已经看过了，麻烦你也看一下。明天开会要用，看完之后让艾拉还给我。不错呀，郑总，领导身份适应得很快嘛，不但可以指挥我，还可以指挥我助手呢啊！我不敢，我是在虚心求教。呀，不敢，郑总，我知道了啊。您还是叫我郑楚吧，您叫我郑总，我浑身上下直起鸡皮疙瘩。切，狗肉包子拿不上台面。随你怎么说。走了啊。打过来，不打过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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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过来，快打过来，打呀你！你真不打过来，再给你一次机会，打过来，你快点给我打过来，打呀，打嘛，打过来，打过来，哎呦，我花都，打嘛！哇！你教练是谁啊？我怎么来这边从来没见过你？真的认输了，唐大医生。小秋，跟我对战那么长时间，居然是你！你的剑法怎么那么厉害？我上大学的时候呢，同学给我起了个外号，叫做杂家，就是什么都会一点，但什么都不精通。这个还不叫精通啊！我本来想显摆自己一下，现在倒成了班门弄斧了。哎，小秋，你刚刚打的我完全没有还手之力。不这样怎么能骗得了你嘛？小秋，你让我越来越惊喜啊！你还有什么我不知道的？骗人啊！你刚才不是领教过了吗？啊，怎么了？我有灵感了。怎么样，敢不敢再跟我打一局？还是不要了，我们先走吧。哎，你是不是害怕了呀你？不管啊，你刚刚输了，你得请我吃顿饭。好。喂，郑楚，在干嘛？有没有空啊？对啊，心情很好。好，老地方见。嗯。喂，珊珊，有什么事？喂，唐明哥，我给你打了好多电话，你都不接，你没事吧？哦，你打电话给我，不好意思啊，电话静音没有听到。你去哪儿了？我去见个朋友。朋友，男的女的？哎，珊珊，你为什么这样问我？我不太喜欢这样问我。不是，唐明哥。现在很晚了，你早点休息吧。啊。
啊？我问你个问题，你真的不在乎吗？也许我在这个世界上的某一个角落，也有一个孩子呢，而且我这孩子很可能是一个混血。哎，要这么说的话，我也是一个父亲。我既然是一个父亲，我有什么资格去要求苏芒呢？对不对？我跟你说，这个假设不成立。第一是为医学做贡献，第二是帮助别人，这跟苏芒的性质完全不同。你是为苏芒不？你是为你自己找借口。哎，好了好了，我很确定啊，我根本不在乎这孩子的父亲是谁。哥们儿，我跟你说实话，我最近找到了一种家的感觉。我每次陪苏芒去做产检，我比他还紧张，真的。既然你这样决定了，那我也没什么话可以说。正主，你是我最好的兄弟，你有心上人了，我替你高兴。但是我还是想我们家那个小祖宗，他肯定伤心死了吧？那感情的事情勉强不了，我相信果果一定会找到真正属于他的幸福。不管怎么说，我祝福你。这还差不多。干了。费总、苏总，今天是我们2个部门针对爱美之旅的第一次碰头会。昨天爱美之旅给我发了一些资料，其中包括他们以往的宣传方案和公关流程，就在大家面前的绿色文件夹里。但我个人觉得，要想做好这一次的项目，更重要的是要参考对方的销售模块。来了，资料来了，叫你拿。啊，U盘，哦，我去拿 U 盘。我之所以重视销售模块，是因为销售模块可以直接反馈出这个市场对这个企业的态度。你拿来的是什么东西？啊？我这个里面有他跟前总监赫赫联合做假账的证据。这个里面是爱美集团的资料汇总和销售模块的分析，还有他们上一次参与的公益活动相关资料，我已经看过了，麻烦你也看一下。明天开会要用，看完之后让我来放你。来了，这些是什么数据？艾乐，你平时使小快也就算了，你居然跟赫赫干这种事儿！我没有，我没有。苏总，没想到你比我还狠啊！这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是他自己拿错了。谁拿的对我来都一样。好吧，看来你们还没准备好，那我们就先撤了。我本来是不想说的，但是你们这部门的包容性还真大啊！这样的员工都还能留，而且还是个总监特助。艾兰，一会儿去财务那儿领工资吧。苏总，我会让人事部写个推荐信，之后找工作也不会太难。你不能让我走，我求你，你让我留下来呗。之前你小错不但也就算了，我可以容忍这件事情，我也想本来自己知道就行的，但是谁让你工作疏忽拿错U盘了？现在大家都看到了，我也只能按公司的规矩办事了。我不能走，我怀孕了。什么？我怀孕了，按照国家法律规定，公司不能辞退怀孕员工。
那，你帮我交到财务部，帮我报一下。这么着急，给孩子买奶粉钱？我跟你说，艾浪，你这是头胎吧？咱们公司二胎政策特别好，你什么时候生二胎？我前天亲眼看着市场部小王领了5000块，你二胎打算什么时候？行了，楠楠，我这一胎什么时候还不是个未知数呢？你赶紧帮我报了。什么未知数？哎呀，行了行了。怀孕了还喝咖啡啊？吃点东西吧。谢谢苏总。你怀孕多久了？大概，不会吧？这个都不记得了？记得，20多天。哦。那尽量少穿高跟鞋，也别喝咖啡了。B 超做了吗？胎心现在应该有了吧？我还没来得及做呢，我太忙了，我忙完这阵我就去。这事儿怎么能拖呢？这样吧，正好我约了个医生，现在去吧。啊？不是，不用了，不用了。为什么不用了？我去不了。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，还想瞒我？苏总，对不起，我确实是没怀孕，我太害怕被公司辞退了，所以我对不起你。特别好吃，我就是要先尝一句。苏总，走吧，我们换个地方聊。你的意思是说，赫赫把你抛弃了？更确切的说，是用完之后把我抛弃的。在公司这么多年，我替他干了多少事儿，好的、坏的，几乎全部都经我的手。而他去了英国以后，他就对我不管不顾的，他现在连电话都不接了。你知道吗？他曾经跟我说，要带我去英国结婚的。他有老婆，你不知道？他老婆在英国，结婚已经8年了。苏总，是我对不起你。赫赫一直认为是你把他挤走的，就在外面查了很多你的事情，然后让我在公司里到处传。他让我跟踪你，公司论坛上那些偷拍你的视频和照片都是我干的。他要陷害你，他要栽赃你在公司有财务问题，可是我没有这么做。他太坏了，我根本下不去手。其实很多事情，你就算不说，我也能猜得到。可是你都知道，你为什么还让我留在你身边？我没有大家想的那么大方，我就是觉得你也没犯多大错，平时工作呢也还挺努力的，把你留下来就是想。
你一直想见的那位送你麻将的朋友。珊珊，哎，你那个麻将是不是开过光啊？开光？啊，怎么样，阿姨，玩着还顺手吗？我就觉得奇怪，每次用它手气特别好啊，真的，一看就知道你是个有福气的姑娘。你呀，早该把珊珊带回来了。阿姨您过奖了，不过您喜欢我就高兴了。妈，你不要整天打麻将，多出去走走，对身体好。哎呀，妈妈就这么一点爱好，就爱打麻将。就是啊，打麻将也没什么不好嘛，还能健脑益智呢，对吧？对，我平时也喜欢打麻将的。真的，你也爱玩啊？什么时候有空上阿姨这儿来陪阿姨玩玩？可以呀。妈，珊珊要工作。哎呀，没关系，我可以休班的时候陪阿姨打嘛。哦，不好意思，阿姨，我接个电话。没事。你好。对，我是陈珊珊。哦，不好意思，我可能要后天才能飞清迈。嗯，好的。不好意思，阿姨，工作电话。没事儿，年轻人嘛就该忙点。你就是陈珊珊啊？啊，对啊。怎么，阿姨，您之前就听过我吗？啊，我听唐明说起过。我就说嘛，你在唐明的心目中那就是不一样。我们家唐明啊，从来不往家带女孩子的。对，我想起来了，只带过一回。啊，谁呀？哎，那个谁呀？叫什么？小秋。哦，不对，那是果果带回来的。哎，妈，别再说了，来，多吃一点。吃。别客气啊。好。宋王，咱们俩上这儿干嘛来了？吃饭呀。饭一口没吃，东西你买了一堆，你想干嘛呀？打折嘛。哦，打折就能乱买啊？哎，那化妆品，你家里还没用完呢，你买了套新的。这面膜，我记得家里还有2盒。这些东西都是消耗品，留着嘛，早晚会用上的。再说了，我花我的钱，你急什么呀？不是我急，我是想提醒你，什么叫节省啊？哎呀，我买东西我高兴，不然怎么凑够2000块钱啊？等等，什么叫非得凑够2000块钱？我不告诉你。你必须告诉我。苏芒。好吧，我告诉你，满足一下你的好奇心。你猜？第一呢，我买东西高兴；第二呢，拿够2000块钱，我有好运气。就像昨天的粉红拖鞋一样，我买回来，今天产检才会那么顺利啊。为了运气。谢谢你啊，唐明哥。那你早点休息吧。拜拜。唐明哥应该还不知道我和严小秋的关系，那女人也肯定不会乱说。怎么挡我路的人偏偏会是你呢？
郑主管，果然雷厉风行啊！我们支持部门推广的预算可不是一般的大啊，就担心你们的路线跟策划浪费我们的资源。我们负责挣钱，你们负责花钱。从这个层面上看呢，费总花的每一分钱都有我们事业部的血汗在里面，羊毛出在羊身上。跟苏总久了，果然不一样。您过奖了。哎呀，等一会儿，我就想看这个。对。这次的路线策划，我得亲自上手了。每一条路线对应的活动策划都需要当地政府的极力配合。所以呢？所以我要申请出差。出差？因为就目前来看，这些路线缺乏新意，而且和女性健康的契合度并不高。看来你有更好的主意了。聪明。我希望你能够向公司申请，联合爱美成立一项专项基金，帮助偏远地区的患者。说完了。你知道我当初为什么不让你辞职吗？因为我颜值高。因为你确实值得我挽留。事儿了？出什么事了？是不是我跟哪个男演员又传绯闻了，或者是把我的丑照偷拍了？如果真的是那样的话，我就谢天谢地了，你知道吗？你看看，哎，已经1周没有你的新闻了，1周了，1周了。哎呦，才1周嘛。才1周啊！啊，你看看那叶丽莎，你看那叶丽莎。好了，汤米奇。以前烦我有乱七八糟绯闻是你，现在呢又担心我没有绯闻呢，还是你。姐姐现在在蛰伏期，等着厚积薄发呢。对了，上次那个情感节目什么时候播呀？好久没出来了。哎呀，本来说呢是明天播，但是呢我们可能也指望不上。哎，就上次你这个表现啊，说不定被人家剪光了也是可能的，你知道吗？你想想别的办法。我可没指望他们啊！我是谁啊？我可是唐果果。行了，我进屋休息一会儿，你坐会儿啊。来，厚积薄发。喂，阿成制片吗？我谁？我唐果果呀。啊，对，是这样的，我听说您下个月不是开演唱会吗？我上次拒绝您2次邀约，实在是不好意思。这次呢，如果你有需要，我肯定会去的啊。已经排好了呀。那下次，哎，好嘞，拜拜。喂，姑姑啊。哎，果果，最近怎么样？我最近挺好的呀，潜心在练新歌，所以就没有出席活动。难怪没有在新闻上看到你。对了，你最近有没有跟小楚见面？他没在欺负你吧？欺负倒算不上，就是没怎么搭理我。其实我也没怎么搭理他。果果，他不找你，你可以找他呀。女追男呢，隔层纱嘛。如果你真的喜欢他的话，就打给他吧，要主动一点。姑姑，
姑，你是真的不了解郑楚啊！我越追他，他会跑得越远的。况且我又不是没找过他。上次啊，我去公司找他，看见他跟苏芒在一起，我连招呼都没打就走了。再说他们又是邻居，又一块上班，我已经输在起跑线上了。我是越来越没有自信了。果果，你放心吧，郑楚跟他没可能的。郑楚最近忙，是因为忙着做我的项目吗？你听我说，我真的希望你可以跟郑楚在一起，我会在后面全力帮助你的。那就谢谢姑姑啦。好了，你先去忙吧，保重身体。哦，知道了。我看好你哦，拜拜。Kara， 郑总，最近 MG 爱美之旅的事情进展如何 ？MG 很重视跟我们的合作，所有的细节每天都会发进度表给我们，而且所有的细则差不多都是超进度完成的。策划部的总监也说，在所有的合作商中，和 MG 的合作是最愉快的。对了，苏总那边也传来消息，说为了突出我们这次项目的公益性，已经向集团申请，将我们这次爱美之旅的所有收入与我们成立关爱基金，捐助给无助的患者。是苏芒他亲自申请的？是的，他已经跟小郑总开始重新规划路线，而且志愿者招募也已经展开，集团的影响力也大大提升。购物吗？我就知道你没那么狠心。哎，这是今天早上统计的你家里缺的东西，只能照这个单子上的拿啊，其他的最好别看，更不能买。就买这些啊？嗯，那来这儿干嘛？随便找个超市都解决了。说好了的啊，都听我的。你还真拿鸡毛当令箭了你？令箭也是你给的。拿出来。啊？女人敷面膜对皮肤好。监控里看着你特像一小偷。这个总可以吧？这个不行。换个口味总可以吧？换个口味也不行。你干嘛呀？这个也不行，那个也不行。那什么行？哪个都不行。不买了，回家。哎，你别生气嘛，我这不是为你好吗？我用得着你为我好呀？我花自己的钱买自己喜欢的东西，我有什么错？即缺即买，这是原则。可是你这个也不让买，那个也不让买，我很难受，你知道吗？好，这样啊，只要你乖乖听话，买完东西我领你去一个能让你开心的地方。我考虑考虑。嘿，我还没说要跟你去呢。你真以为我有病啊？你怕了？谁怕了？不怕你走什么呀？我本来就没病，我干嘛要来这种地方？来这种地方不光是来治病的，也可以证明你没有病。我本来就没病，我干嘛要证明啊？没病啊？没病，那你走吧。我本来就要走的。快走！前面左转就是出口，千万别停下。走啊！我干嘛要走啊？你干嘛不走啊？我花了钱了，我当然不能走了。那你自己在这待着吧。哎，麻烦你快点走啊！又别停下，一直往前走，千万别停，快走！我这不走呢吗？用你管啊？我你心里害怕，还在这儿自己犟。谁怕了？不，没有说你，我说我自己。你让我走是吧？我偏不走了，我就要进去看看，谁怕谁呀？哎，你别勉强啊！进来呀，不是花了钱了吗？哪个房间？这儿。前面左转。这儿。来，让我们大家欢迎苏小姐的到来，欢迎。苏小姐，大家正在谈来这儿的原因呢，你作为新的同学，正好可以听一下。刚才轮到谁了？
是倩倩是吧？倩倩，你继续。我是被家人逼来的。我喜欢买东西，我喜欢刷卡的感觉，因为购物能让我有快感，忘掉烦恼。其实满足我们生活当中的乐趣啊，有很多种方法可以获得。正常消费是乐趣，而病态购物就会影响到我们个人生活了，成为恶性循环。倩倩，据我所知，你是由于购物成瘾，每月被银行催还信用卡，家里人还帮你还钱，对吗？其实你们大部分人啊，都是为了满足短暂疯狂购物的快感，而这种快感和满足过后的失落感，反而会更大。你们说对吗？说的太好了，说的不就是你吗？苏小姐，你还没发言呢。对不起，我还有事儿，先走了。那个老师，我忘了他还有事儿。大家加油啊！讲的特别好。怎么这么快就走了啊？是不是精神上受到了洗礼，有一种找到了同伴的感觉？什么呀，一群神经病！我再听下去也是浪费时间。嘴硬。哎，果果，我最近没时间陪你出去玩去。那行吧，行吧，那咱们楼下见。我已经在回来的我回来的路上了啊，马上就到。不是你慢点啊！你家大明星不是来找你吗？怎么可以让人家久等呢？不是，哎，你慢点，你是个孕妇。小鱼啊，你很孤单，我也很孤单。你要是会说话就好了，我们还可以聊聊天儿。林姐，没什么，就有点心烦。这个时间不是应该吃你男仆给你准备的宵夜吗？哪来的宵夜呀？人家现在在楼下跟个小萝莉打情骂俏呢。现在越来越不像话了，天天管东管西的不说吧，还带我去借什么购物癖，无聊。苏萌，你怎么听上去像是吃醋啊？上次你跟我说享受被人照顾的感觉，不管那个人是他还是别人。现在你已经习惯生活里有他了，看到他突然对别人好了，心里不舒服了，是不是？我吃他的醋，我怎么可能呢？你可不要那么快否定。你好好想想，他凭什么照顾你？凭什么对你那么用心良苦？如果你不喜欢他，就不应该接受这些，也不应该对他有那么强的占有欲。自从你跟他做了。这就是喜欢，只是你自己不敢也不想承认罢了。
小王，你睡了吗？小王，你真睡了？想念你，好像开始在认识你之前，什么电影再见几倍，反正想你，什么时候就进去，最后才是在一起。不认识的人，只爱的他，谁也说干嘛呀？周末也不闲着。我宣布啊，戒除购物癖第2课程正式开始。劳驾把您买来从来不用的东西装到我这个箱子里，您放心，箱子管够，一定装得下。凭什么呀？我买的东西我不用，我看着也舒服，干嘛有这个？哎呀，你看看啊，你这些包和鞋从买回来我就没见你用过，不穿不用，留着干嘛呢？空头人子。对，这些包很贵的。放那儿别动。你答应过我的，都听我的。那这儿交给你收拾，我去卧室看看。我忍你很久了。正主，你别太过分啊！这些东西都是跟我有感情的，我舍不得扔。相信我，等你找到更健康的宣泄方式以后，你的生活变得丰富多彩，而且孩子需要一个健康理智的母亲。如果你不同意我的观点，那我们的主仆关系就此解除。好吧，好吧，我姐姐没有任性的了。你说什么？哇，这些东西都是你搬家以后买的？嗯，佩服。我的心在滴血。我打算把它们放到2手网站，把它们卖了，这样可以减轻一点你的经济损失。你自己会舍得卖？你看啊，这些衣服都是我从商场把它们买回来的，就让我亲手把它们送走吧。你不要给我教训了，你这买了就卖，这叫什么深刻呀？哎呀，我不跟你抢。行了，要不然你自己卖吧，不过得说话算话啊。干嘛对我这么好？我一向同情弱者嘛，何况你是我的上级，还怀着孕，一会儿别忘了吃早饭啊。今天礼拜天，我去菜场看看有什么新鲜的菜。
不吃早餐对宝宝不好，记得去上瑜伽课。对我这么好，嘴硬。今儿的课上的怎么样啊？你不陪我去上课，是不是怕人误会了？怎么会呢？还在为你那些东西黯然神伤啊？没有啊，我累。跟你说一事儿啊，我给你找了一阿姨，给你准备了1周的孕妇餐，这样我出差1礼拜你也能对付。给我找个阿姨啊，我多靠谱啊！你知道我昨天晚上几点睡的吗？我收拾完那些出差的资料，天都快亮了，我这才能挤出白天的时间陪你去郊区。去郊区干嘛？人大夫说了，你得多出来走一走啊，别总跟家窝着。你跟家一待，不是上网买东西就是工作，你需要保持心情愉悦，尽量减少工作量。就是说你昨天晚上熬夜是为了今天陪我呀？我都替自己感到感动。要不你亲我一下，作为奖励吧，来吧。我还是睡一会儿吧。行吧，睡吧睡吧，还有一段路呢。到底能不能放风筝呀？我这不在放吗？我都等了半个多小时了，不会放风筝，干嘛带我来放风筝？我也没闲着啊。那是你跑得太慢了，你再跑快一点。这不是快慢的问题啊。哎，那边有个老爷爷。哎，大人，你看。你去看看大爷放的就行了吗？你这么年轻还不如大爷，你不丢人呐？来，我帮你。啊！哎呀，你们进台了！你上线了！哎，真是好久没这么开心了。啊，是不是？我跟你说的吧，放风筝一定能让你开心起来。是啊，我看你累成狗，我当然开心啦。你有见过这么帅的狗吗？你不就是吗？7点40，别忘了去接触中心。我要是真去上课，那我才是有病。喂，干嘛？都出差了，手还伸这么长啊？还有啊，多和我们家伯爵聊聊天，没人跟他说话，他会得抑郁症。你这么啰嗦，我也会得抑郁症的。怎么样啊？这2天逍遥自在，很爽吧？泸沽湖的摩梭妹妹很热情吧？我告诉你啊，别借着工作之名满足自己的私欲，走婚的代价可是很大的。哎呀，不瞒你说，这女儿国是真好啊！我太谢谢你派我出这趟差了。
你以为你自己唐僧呢？给您。什么呀？赫赫做坏事的证据。他这个人做事很小心，做过的假账都会销毁，不会轻易落下把柄。可是我留了个心眼儿，部分账目做了拷贝。吃饭，帮你准备了个牛柳饭。谢谢啊。最近事情太多，到公司一直忙，还真是有点饿。香菜啊？怎么了？不吃香菜？我不吃粥。没关系，我挑出去就可以了。哦。对了，晚上有没有空啊？我有2张演唱会的票，凑个1堆。